營銷加埋催眠，聽落去就好似好危險，又好似做緊啲唔係好正經嘅嘢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其實好多人一聽到催眠咧，就即刻聯想到操控啦、洗腦啦。但係問題唔係呢啲工具本身，而係用工具嘅人。善與惡從來都唔存在於工具，工具只係有強與弱之分，就好似用刀可以救人，亦可以傷人，分別只在於用者之心。好多嘅媒體營銷同樣係一種影響力工具嚟嘅，本身已經每日影響緊你嘅選擇，只係大部分嘅人都唔自覺。催眠其實係一套有科學基礎嘅心理機制。重點係點樣繞過批判性思維，即係顯意識，建立選擇性思維，令到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同埋記住。如果你用呢套機制去傳遞對觀眾有益嘅正面品牌信息，甚至達到教育程度嘅深度，咁其實係雙贏嚟嘅喎。就好似核能技術啦，本身係一個 powerful 嘅中性科技嚟嘅，用得好就係能源革命咯，用得錯就係人禍核彈咯。責任永遠係人，唔係技術。影片催眠、品牌營銷講嘅從來唔係操控人，而係負責任咁運用潛意識規律，幫好品牌被真正咁理解，被真正嘅記住咯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翻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、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